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我求你，你甲我讲好，我到底是倒去做唔对？美惠，你莫甲人害头了呢？你开嘴讲话啊！你莫阁讲啊！我叫你莫阁讲啊！别样咧！我一定要你亲嘴讲出你想要离开我的理由。美惠，我求你莫阁安尼折磨我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你讲白啊！你啥那要安尼折磨我？你明明知影我甲伊无可能有结果的，你啥怎要互我搁甲伊见面嘞？5年啊！5年来，我一梦简单才将伊放我袂记的。你啥怎要安尼对待我？你啥怎要安尼做？你袂用安尼做，你袂用的。美惠，一定是天公伯啊可怜咱，才会不忍心来拆散咱。美惠。对，林太太，你来坐啦。谢谢哈。嘿，林太太，你要一个小工吼，我甲你载来啊。你看，这有够无？敢会伤济？袂啦，真多谢你吼，出头见面。袂啊。这工课吼，拢是爱赶，拢有期限的呢。若是耽误了出货日期吼，我是赔袂起哦。你放心啦，这款塑胶花吼，我用过捌做过啦，绝对袂去耽误到你的时间啦吼。好啦，我来走吼。啊，对了，林太太，你会记得哦。若是赶袂出来吼，一定爱较早甲我通知，我好叫别人吼斗相共嘛。好，好，谢谢哈。好，再见。顺行哈。哎，美惠啊，你转来。是的啦。拜托个，莫卡袂着就甲我回息咧，打你也无做唔着啥物代志啦。好啊，赶快，莫收，吼，我来就好。较济啊，后遐有啥要甲你讲？对啊。哎，食茶者哈。多谢。天座，自从我来你遮做工课了，互你做照顾的，一直甲我是当做亲小妹共款。对你的感谢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讲才好。我得用这杯茶，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。哎，无啊，美惠啊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感觉你我想要死头路无爱做啊。你要死头路，啊是安怎嘞？
哦，我知，你是无想要搁甲曾明辉见面，惊伊搁来带你哥哥订对无？你哪会知影？我当然嘛知，莫袂记一个。阿兄嘛捌少年过，当初时哦约恁大嫂食偌济苦头，你敢知影？是讲李辉啊，你敢若安尼闪避嘛毋是办法嘞。迄明辉即摆有才调找着你，我相信以后伊嘛有办法来找着你。你家己讲啦，你是要去倒？我再讲哦，阿姆嘛需要你出去趁钱，替买药啊治病。假使你3工2工就安尼死头咯，啊钱是要为倒位来？我再讲啊，即摆外口的头路嘛毋是好找的呢。莫阁坐啊！你甲明辉的代志拄则阿婆也拢讲我听。唉，实在想袂到咧哈。曾明辉对你遮尔痴情，恁已经分开5年啊咧，啊这5年伊一直无法度甲你放互袂去，都含一寡条条袂歹的查某囡仔，伊也拢唔肯接受。嘿嘿，明辉啊，算起哦，这种查某人痴情赞嘞！我配伊袂起。你凊彩讲的，你温柔善良体贴，啥讲你配伊袂起啊？我连高中都读无毕业，厝内还阁有一个看病的老母，需要我来饲伊。你讲，我有啥物资格甲伊做伙？这伊是对我真好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袂用拖累伊。天祖啊，你想看觅咧，有啥物办法会叫伊莫过来找我？无咯，美惠啊，我都同意你这种讲法的。这翁仔某就是爱同甘共苦，互相斗相共啊。我相信明辉若是了解你即摆的处境吼，伊一定足欢喜甘愿甲你斗阵来做伙分担的吼。你啦，你就这个心啦。啥物代志拢先替别人想，自咱捌考虑过家己，听阿兄的话，留点遮好好做事。啊，明辉啊，你就互时间来证明这一切，看伊到底是毋是一个有价值你爱的查某人，安尼好。啊，对啦，有一个叫做丽玲的查某囡仔来找你咧，伊讲伊明仔载才过来。妈，你是伫创啥啊？谁人叫你做这个啦？我用伫厝诶嘛加艰苦，啊，趁一寡所谓甲伊斗相天，太毋好咧。我来煮点心互你食。妈，我袂晓啦，叫我去内面休困啦。妈，你就跟他食泡面哦？哎，我袂晓啊咯。我逐工拢嘛遐济人咧食，你莫紧张我无？我三不五时才食一摆尔。啊，好啊，以后莫食了。哎呦，美惠啊，你是在创啥啦？我还袂用好势，你安尼后面唱我愿意。明仔透早我就摕来献互别人，我无爱你搁做啊。妈，你有听到我讲的话无？你莫搁做啊！你看你家己，面色变甲足歹看的，你已经老足济，你知无？妈妈唔敢看你，就敢无用甲遐尔惊。我是讲甲你斗相，会当减轻你的负担。我还阁少年，我还阁挡会调。妈，你无共款，你已经为着我食遐尔济苦。妈，我求你，你互我好好友好，你好唔？美惠，妈，昨我有拄着丽丽，卡出你若唔听我的话，好好珍惜你家己，我规日带你转来后一遐，第二你日子颠倒过得较快乐。哦，唔通啊！美惠，无啦，咱以前敢是讲好势啊，咱袂阁转到你头前个头，咱讲好势啊。美惠，我以后莫阁做啊啦吼。哦。嘿，无啊，啊你是咧创啥？原来是你哦！啊你七早八早走来我遮扫涂骹，安怎？啊你是有啥物目的哦？我是想要甲恁斗3工，才袂互美惠一个人做了伤忝。当然，你讲这啥物话啊？啊你的意思毋就讲我甲美惠离开哦？啊？无啦，无，我知
绝对无这个意思啦，你唔通误会。我是想讲吼，甲比惠斗一个3工，安尼做会较轻松啦。我有话先讲喺头前哦。我这间面搭吼是小本经营，米费的薪水我搁勉强付会起的。你莫听咱孝顺哦，孝顺讲我会搁加开钱，请你一个大项良心来遮甲我扫扫骹，我就无咧头壳歹去小多个。头家啊，我知啦，我真正是无迄个意思啦。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紧张啊，我甲你讲算笑呀吼。啊，对啊，米费随来啊，来，我请你来去食早点。你遮早倒来，应该还袂食早点吼，来。头家，免啦，我袂晓。无我看吼，我留伫遮等米费，要无你先去食啦，我留到遮甲你分菜。三班兄弟啊，我家己开面搭，我走去别人遐食早点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你莫伫遮啦，啊若无小等米费拿来看你伫遮，我保证伊规工拢无情绪，通我做事。要毋过我知啦，所以我唔爱找你大食早点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另外找一个所在，好好甲米费来讲者，安尼听有无？哦，好啦。啊，即摆头家吼，真个足歹做。平常时啊，毋但爱照顾因的生活，吼，这啥物都是爱念做因爱情的顾问。迄敢毋是林辉？无可能啊！伊哪会参一个开面搭的满做伙？一定是我看定。你若遮尔早就来啊？是的啦，我拄则去陪因摕药啊，所以较晚来。你小坐者，我来面煮面互你食哈。唔免啦，你嘛毋是毋知影，我无早早顿习惯啦。那安尼，你来是？李慧，我拜托你，甲阿姨搬转来住好无？是后一叫你来的是？毋是啦，当然嘛毋是。你嘛了解我的个性，我若是家己无愿意，谁嘛无法度勉强我做任何的代志。自从阿姨离开了后，爸爸规项拢变了。伊天天关伫房间内，毋食嘛毋困，连公司出代志嘛袂去处理，规工摕着阿姨的相片一直看。哦，真的安尼？啊，公司的代志有严重无？我嘛无啥清楚，啊，毋过哦，有白阿姐伫咧处理，应该无啥问题才对啦。美惠，我拜托你，互我甲阿姨见面好无？我有做想话想要甲伊讲的。我就抓，我绝对袂讲无礼貌话来伤害伊。拜托你，互我甲伊见面好无？李慧，你着答念讲，阮爸爸要死的份上，互我甲伊见面好无？你讲啥？哦，这伊。爸爸是得到无药医的心病，伊逐工将家己关伫咧厝的，等下通流目屎，啥物也无想要做。我看你生活足艰苦的。前几工啊，爸爸甲我讲，伊已经无法度照顾我，叫我着要家己照顾家己。阿姨，就这。拢是我较毋捌代志，凊彩忤逆你。我求你好啊，求你等你看阮阿爸。我所惊若是安尼落去，阮阿爸也真是无想要活。奶奶，
恁爸爸袂有代志啦吼。阿姨，那安尼，你是等下要我转去收？阿姨，我问过美惠，伊讲只要你若同意，伊就无意见。敢讲，你真是无想阮阿爸是？伊是咧足可怜的呢。我甲美惠，既然已经离开个遐，绝对无考虑过再倒转去。慧玲，你是恁爸爸的宝贝查某囝，你一定要加用一寡时间来陪伴伊，帮助伊度过这段时间。我想讲，时间在一个久来，伊啥物痛苦拢会袂记哩。敢真是安尼？阿姨，你离开阮爸爸，你敢真是袂痛苦？我看会出来，恁日子过人真艰苦。你逐工爱工做手工，啊美惠咧爱去面搭洗碗、扫涂骹，看恁过了辛苦，我感觉我真对不住恁。丽玲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以前我甲美惠嘛是安尼咧生活，一直到后来去撞着恁阿爸，跟美惠啊，才死头路，踮咧厝诶专心来照顾我。阿姨，若是安尼，你答应我，甲搬倒转去，亲像较早安尼过日子，将遐不愉快诶代志，拢当作无发生过，好无？阿姨，我拜托你，帮我搬转去好无？无我甲你跪啦，我拜托你。丽玲，你毋通安尼啦，你忍起来，我受当袂起啦。你若无答应我，我就落要起来。丽玲啊！丽玲毋知影甲妈妈讲了啥款，妈敢会答应伊搬转去后一遐？假使妈妈若同意搬转去，我呢，是毋是要缀伊做伙转去？来，美惠啊，无闲袂使去北岛下吼，咱即摆无人客，紧食饭物件。啊，若无小等无闲客，你是无时间通我食哦。多谢。哦，特别客气啦哈。美惠啊，你敢袂感觉真奇怪？啊，今日咱这面搭参与减来一个人咧。啥？嘿嘿，你初恋的情人曾明辉啊，啊？天哥啊，你莫甲我笑啦，我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搁假哦，啥物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啊是安怎？敢若听着我讲着伊的名，你安尼目眶拢红起啊？唉，其实吼，伊透早就来遮等你啊，是我口劝伊先走啦。我是叫伊毋好伤甲你变啦，互恁两个一段时间，拢冷静落来，好好想看觅，看这段感情要搁继续无？假使若是要继续吼，是要安怎继续？啊，伊是个查某囝啊，所以我才叫伊先回去想清楚，才过来，安尼对无？吼。阿姨，阿爸是得着无有伊的想法，伊逐工将家己关伫厝内，干会晓流目屎，啥物也无想要做，我看伊生活足艰苦。前几工仔，爸爸叫因甲我讲，伊无法度照顾我。叫我爱家己照顾我家己。
紧啊！爸，你听哪？你去咧做梦是无？囡仔拢是肝啦。我梦见你阿姨出代志，规身躯拢是血啊！爸，你莫黑白想啦，阿姨人真好，伊。你哪知恁阿姨人真好？啊，我著有看到阿姨啦。啊？真实的，人伫对啊！爸，你莫着急啦，我嘛是无意中去拄着因的，啊，我甲你的情形甲因讲嘞，我嘛拜托因讲，等下搬倒来倒啊。啊，因安怎讲？伊无答应啦。爸，今日暗暝你是要去倒啦？你赶紧带我来找恁阿姨吼，到啦。你穿安尼就要去哦？无要紧啦，伫车内谁看会着？找人较要紧啦。爸，爸。阿健，阿健啊，阿健，阿健啊！